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仔日通过临时提案，要求交通部要检视外送平台外送费计算方式敢有合法合理。就立委指出讲，国内两大外送业者因的营业登记项目有包括着汽车货运业，按照公路法的规定，要公开运费的计算方式，而且袂当化解就改。但是目前这外送平台业者拢无公开相关的资讯。 今年5月，国内两大外送平台传出要合并，因为两个业者拢总市占率超过70%，各界关注外送费等费用，敢会因为独占市场就无议价空间。拜四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立委指出，外送平台营业登记有包括汽车货运业，按照公路法爱公开运费算法，袂使凊彩调整。外送费、服务费，什么叫做平台费？这些什么费？ 你知道它公不公开、透不透明？部长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现在确实是不是很透明的一个状况。公路法规定的哦，非经核准不得调整，非经公告不得实施。外送平台适用这个公路法的规定吗？里面这个外送的运价的话，是要适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。是要适用哦。对。有没有送？到现在为止有没有送？ 交通委员会也通过立委何兴顺的临时提案，要求交通部检视外送平台的运送费率敢有合法而且合理。2礼拜内爱恢复委员会。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指出，外送平台定无经过讨论就抬外送费。工会建议制定外送费率，会使参考客停车的方法。真济摆就是向阳都不计较啊，哎呀，无甲你讲原因，有当时啊10%、20%、30%拢有可能的。客停车的话，伊即摆是地方的工会、甲工会啊，甲地方政府的交通局去协商出一个计数。工会表示，目前各县市的客停车、劳资、地方政府会按照地方的状况，共同讨论出上佳计数甲计算方法。 建议外送费也会使比较办理，确保外送员的权益，而且算法稳定，对消费者点头也拢较有保障。记者郭伟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